沈文成在这个歌路上呢，也算是这个爱民爱乡啊。哎，有一条歌的受到地方人士的特别的赞扬。去年一条就红来去台东。哦，来去台东啊！哎呦呦，不得了啊！那首歌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其实我做差不多要10年啦。10年。对我的故乡台东有一点点回馈。哎呦，用歌声来回馈啊！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哎，说到这个来去台东啊，哎呀，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故乡台东好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啊。其实大家现在拼命这个利用时间的出国去度假。出国热。其实大家都在那。不单是我们台东花莲好玩，其实我们全省好多地方很好玩，你都没有去注意到。我来你啦，先来听你一条都在讲来去台东。先对台东才来出发的。再让我们来回味一下你这个歌曲中介绍的一些名胜。OK， 用歌声底下来唱看没？来去台东，来我们来听听沈文成这首歌。你若来台东，请你斟酌看。出名你去山，也有一支石虎山。初落枝啊，牧场唱情歌，红桃树上仙台，美丽海花。非常高兴，今天在歌谣时间里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留着2撇胡子、性格深情的沈文成来到节目中，欢迎沈文成。哎，谢谢，欢迎。阿婷啊，为安怎你要离开？请你唔通搁再伤悲。敢失去嫌阮的过去，请你唔通黑白怀疑。无论千年也是万年，请你唔通放袂记。这条歌是你唱来正红的歌曲。我这条歌写了好啦，写了好，就有感情啊。有感情。但是我来唱，甲陈英杰甲你唱，你无同款，无同款。你更有女人味啊！真的。哎呀，无人唱你会赢啦。无人唱我会赢了，想过学了啦。这个歌本身就好听的，对吧？是你歌好赞的。算来这个沈文成在这个歌路上呢，也算是这个爱民爱乡啊。哎，有一条歌的受到地方人士的特别的赞扬。去年一条就红来去台东。来去台东啊！哎呦呦，不得了啊！那首歌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其实我做差不多要10年啦。10年。对我的故乡台东有一点点回馈。哎呦，用歌声来回馈啊！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哎，说到这个来去台东啊，哎呀，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故乡台东好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啊。其实大家现在拼命这个利用时间的出国去度假。出国热。大家都在那。不单是我们台东花莲好玩，其实我们全省好多地方很好玩，你都没有去注意到。我来你啦，先来听你一条都在讲来去台东。先对台东才来出发的。再让我们来回味一下你这个歌曲中介绍的一些名胜。OK， 用歌声底下来唱看没？来去台东，来我们来听听沈文成这首歌。来台东，请你斟酌看。出名你去山，也有一支石虎山。初落枝啊，牧场唱情歌，红桃树上仙台，美丽海花。这个歌好轻松啊，好亲切啊！几关键的特殊的地方都被你介绍差不多。往来石刻三仙台啦，石虎山啦，绿岛啦，拢有像。拢有啊！哎呀，这个台东，你看就是包含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。对。你都在讲啊，被位迄边唱落来。我跟你讲，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讲，对个台东直接对个地上也是关山海端了直接插过来。插过来就到玉井，个差不多30公里就到台南啊。我到台南啊。台南关啊。台南安尼买。台南好佚佗啊，好佚佗。来介绍个台南买唱歌。去台南的，我来唱起来安平港追想曲。安平追想曲。追想曲。这嘛是条好听的老歌。好听。我们来听沈文成。苦笑先生啊，来安平追想曲。心情花红灯又送，风吹紧我思情浓，情浓春风，人心全无通，
伊是行船啊渡风浪，放阮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收拾行着海边风，海风无情笑阮讲不知错乱啊心茫茫。哎呀，你吹老歌嘛好听呢，安尼哦，哦，唱到这有感情的呢。那刷来到这个台南以后，抓了过来是什么所在？起来到到咱台中啊啊，，台中啊，台中不？台中啊，就有一个名胜这个非常出名的地方，哪一个骊山。哦，骊山哦，哎，讲到这，我就知影想到一个歌王，贾雷先生，我唱一条歌。谢雷先生，谢雷先生，我们来回味一下他的歌。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那丹，她的两个眼睛水呀水汪汪，乌溜溜的头发配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欢迎谢雷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那丹，唱起那个情歌，多呀多嘹亮。骊山上痴情花，守着梦。山上痴情花，守着梦。哎呀，讲到台中啊，也回味了谢雷的歌路。对，刷到过来介绍是。我咧讲，家人啦，家人啊，咱就来直接跳到家人啦。跳去台北过去啊，家哎，人。咱再等下过来。家人都无啥物歌通唱啊。家人哦，家人这是有歌哦。有歌。这条歌咧，就是描写这个家人山，你嘛？家人爽啊，家人山你捌听过？唔捌听过。我唱首这个家人山，你听。我家己本行做歌星，都冇听这条歌。捌啊，我介绍。哎呀，好，我们来回味一下。很好听啊，听听看这是什好么样的歌。老师下了。家人爽啊。用歹看，嘛是嫌阮做路换。阮无嫌你面容歹看，就是嫌你太平淡。有时一个，有时个暗，阮要搁带摇别人。这首歌曲啊，这首歌曲啊。这个旋律就很熟了。这个是日本时代的轰动到今麦。啊，这条歌玩得有历史啊。有历史啊。家人山。家人，这是咱台北头。包括一条歌，你一定，我保证啊，我发誓你一定听都没听过。嘛是爱跟咱主题有关的名胜的地方。我直接我你讲，坐飞机坐到鹅銮鼻。鹅銮鼻啊。我有一条鹅銮鼻的歌。鹅銮鼻后歌。有啊。啊，咱听看没？你听听。这是这个 tempo。黄昏的鹅銮鼻。它闪闪是有七位姑娘在海边，行来又行去，不知在想啥物，看伊不敢出离地，小姑娘你免伤悲，有我在你身边。这叫做鹅銮鼻。鹅銮鼻之恋啊！哦，哎，真正有感情呢。哎，我虽然唔捌听过这条歌，你的咬字很清楚诶。啊那好。就什么意思？咱一听了就明白。安尼啊。鹅銮鼻后歌呢？有机会就看来这个戏团的歌。这是人。哎呀，建议你出一条曲盘。哇，这较早就是阮咧唱片公司，迄个新思想在迄个制作人啊，
调钢跟出来我听。一共这种好歌，你再不有人来给他唱啊，整个就绝传了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忘记了。哦，五兰平遥歌，我今日请你来节目中，安尼真的有意思。记得啦。哦，有够记得，有够记得。即马去转来，那直接搁坐飞机。转来台北市。哦，台北。台北市歌济啊啦。哇，那真多啊！吼，台北金马冷清清啦，台北个要落雨啦，台北啥物阿哥啦，吼，这个目沙。目沙有歌曲。目沙有啊，木一个仙公庙无？哦，仙公庙。吕先祖无？哦。主神吕先祖嘛。仙公庙会有歌吗？有啊，有歌。梦游仙公庙。啊，这是较早什么人唱？梁山前阮姐啊。哦，梁山前是。歹名阿高兄啦，拢会唱。哎呦呦，这个歌你会记啊？拢会记，我细汉就会唱。来，唱给大家听。我唱给大家听好。回味一下。梦游仙公庙。梦游仙公庙，我家己慢慢听过。落叶在秋天，随风飘落去。一年一年心空虚，为怎样阮不知？求着仙公来保庇，有志会来找着心上的人啊！仙公庙的香味香，害阮较怨叹。好听好听！哎呀，仙公庙啦！我刚才这个从南的介绍到北啊，对。但是台北的歌，今年你也出一条，那调调安尼。哦，台北我有替台北写一条歌啦。哎，无安尼啦，今日这条歌咱来个合唱，来做一个这个全台湾性的介绍的这个结束，介绍到台北。台北是咱中站就对了。哎，中站咱大的所在。OK。哎，来台北之夜。台北之夜，来听听沈文程的《台北之夜》。初出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，遐人五中好东路，美丽好景致。头天的玻璃大楼徛在双边边，一路上闪闪闪。台北的暗暝，闹得无得比。台北的暗暝，更加少日时。可惜咱身躯也无偌多钱，不甲五烟池打着看看就来去。沈文程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感谢你今日光临啊，介绍咱真侪好听的歌曲，欢迎，谢谢。